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俊熙打遊戲。今日唔拍打機，唔拍抽象。今日呢，我哋嚟拍開箱，就只得一個啫。今日，我哋今日開呢個三角洲之戰威龍。OK 啊，今日我就介紹下呢盒嘢先。唱三角洲之戰，呢個唔知係咪叢林啊？叢林 QB2Z95，跟住15% 獲得黃金 UPM 45，跟住呢個戰魂 Scar， 呢個13% 獲得黃金 AWM， 跟住仲有沙漠 QB2Z95。再睇下另一邊，11% 獲得黃金 AK， 戰魂 HK416， 黃金 Scar， 呢個都 OK。暗夜 HK416， 9% 獲得叢林 900K。我上次都開過一個嘅，等我一陣我去攞返啊吓。OK， 頭先停止咗一下視頻，呢個就係我之前開嘅，但係唔係三角洲個盒，係裝水寶寶嘅。啲零件拆得啦。OK， 廢話唔多講，我哋開箱。想要呢個黃金 AK。搣咗出嚟啦，膠紙。冇嘢，嚇死，仲以為咁容易出黃金 Scar， 呢個我都想要。OK， 而家砌。講真一句，真係幾似黃金 AK 喎。欣賞下。冇記錯，呢個係唔係暗夜？呢個 AWM。第一個黃金槍，收貨。今日就拍到呢度啦，拜拜。